好，等下咱讲台，伫台东市中兴路昨昏有一个查甫人，伊拿刀仔甲过路人攻击，受害者是一个查某人，伊的颔管、甲手骨，还有大腿几个所在是拢去互刀仔刮着。一个姓张的查甫嫌犯当场去互民众压制起来，而且嘛互警察抓起来，以杀人未遂、涉嫌杀人未遂来侦办。这位姓蒋的女子拖行李行伫咧台东市的中兴路，无注意到有一个查甫人一直跟伫咧伊后壁。过车路了，一个姓张的查甫人突然间提出一支大型的美工刀，对伊连续刣5-6刀。姓蒋的女子受伤了，倒伫咧涂骹，尾啊爬起来，走到巷仔底喊救人。案发的过程拄好，互开车经过白仔囝3个人看到，老百姓饲喇叭警告白仔囝3个人落车，摕附近的大支汤匙电风。还有受害者行李箱救人，另外一个过路人摕铁枝斗3工，4人甲嫌犯压制掉。因为那个喇叭声让那个嫌犯紧张，他就直接来找我们这样子，然后我们就上去就包围他，然后在这个过程就还有一位路人也下来帮忙啦。救人的可信是讲，本来无打算要互后生落车，严过因认为，若是无落车斗3工，被害女子可能会受伤更加严重。会怕吗？会啊，很紧张，全程都很紧张。对，同时都想说一定要帮，不然不帮那女的那女生早就没命了。警方赶到现场逮捕姓张的查甫人，发现伊牌仔内面还有一支美工刀。伊也讲甲被害者无熟悉，也无法度讲清楚为什么要杀人。伊厝内人讲，伊精神状况无啥稳定，但是无去看医生的记录。张姓犯嫌尾随被害人，以美工刀攻击被害人颈部，张嫌当场遭民众压制，现场起出作案用美工刀1把，背包内起出第2把美工刀。被害人目前伤势稳定，无生命危险。姓张的女子被救了，心内也是真惊。伊讲甲嫌犯无熟悉，只个来记的2个人伫咧对面的便利商店内面，眼神有对着过，无法度理解对方为什么举刀甲伊刣。记者综合报道。